常务监事我来了。哎，再狗你好，腿一点。旁白芙蓉宫传法同来 G D 北七买戏啊，回啊，唔會啦你。觉得很爽快呢？而家不卡你咯，嚟咗望咗橋下大網，來先叫順的順，全部大公。哦應，該夢想就摸到眼咩橋下所以高中就搬出去。姐姐啊，今天是有备而来，真的。红队嘛哈，她连鞋子都是红色。哎呦，哎呦呢，你先 Q D 你總下嗨了嘛？我哪骗骗啦？改啦。你覺得大哥到底是害羞還是緊張？他覺得不喜歡男性站在旁邊。哦，先是哎，你很睇他們設計上個月完全冇咁樣哎，川普來了，你講乜嘅條路咧？運輸業，噴射機、火箭、私人飛機，你都不了解嗎？會開頭嗎？不不會，會，全部下來呀。竹筍超好吃。還嫌我們最喜歡吃竹筍炒肉絲了。你講咩哦？啊，兩個來，兩個先跳，竹筍呢，兩個筍。你把戶口名簿都講完。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韓語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中發票。今日都來到新竹竹東嘅一個非常強哦，係啊來到呢特別就上到嘛嘅，一特別青鳥嘅人情味，送埋來噶哈，包括一特別董事長、理事長，還有蔡天理事長青鳥嘅天數。係啊，人家講到只關鍵詞嘛，你談講哦，根本係女兵哦，千夫係呢種推薦過來。哦，睇住只當貼嘅提示係講埋，睇白哦，當到女兵哦係緊張到睡唔睇，根本佢時差哦係興奮到睡不着。聽到所以唔落噶哦，哦，等下你就可以下，也就係你準備嘅嘛嘅好彩，我哋留今日嘅對數嚟互相比一下。好，先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嚟分享到嘅係阿牛房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阿峰哥好，大哥嚟分享到係盧子斌盧師傅，大家好，阿斌哥好。馬上嚟分享到嘅風吹潛水站嗬，兩字鼓手分享到歸鄉記老經營記分享。歡迎。歡迎。哦，劉梅啊，姐就這樣哦。大家大好。家好，好，睇下咱隨地一片吼，強調係竹東在地人，呢條係表兄妹，鄭建淵、邱建妹，掌聲歡迎，歡迎。大家好。哦，安居進行，哎呀，表兄妹，好，先嚟問看啊，唱歌依家都主動一定要推薦嘛嘅，好教好食好料嘅嘛。我推薦嘅風景食堂，有客家小炒，有炒米粉、炒飯條，非常很好食。係你開嘅麼？唔係，我有感覺福利，呢度哪片附近啊？靠福利廟旁邊甜甜啊，芙蓉哦，芙蓉宮。係。哦，我食過之後咧，推薦咋，聽講係河狗嘅素菜係嘛？又見嗰個林業啊，嗬，哦，個展示館，一係日本時代留下來，有錄像片，有個後排個開鉗個技術嗰度，也有個測量係工具啊，嗬，而家看咯，嗬，仲喺後排先人嘅辛苦啊，依家真神奇啦。阿哥吼紹介到安詳細哦。竹東林業展示館嘅特別啊。好，不過係風景食堂，也係個竹東林業展示館。來到竹東菜市有按到好料嘅、好食嘅，兩百類也特別高看啊哦。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蛋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出好菜咯。好，一家之主嘅冰箱呢又推出來耶。係啊最近博謙對冰箱應該很熟悉啊，哈，看你最近在做料理啊。係啊，大擺時間嚟下廚哈，我到底基本嘅變相地位都有乜嘅呢？好，哦，你係蓋卵的麵呐、好蛋麵、咖喱，還有哦這個罐頭凍好些啦，魯曼。慢啊，嘿，叫麵呐、要炒盤子凍好些，紅燒慢罐頭，爆燒哦，素火腿、木米，這個雞卷，哦，因為香港人凍好些雞卷啊，又都有黑白盤做個須節啦，這是大菜，還有蓋卵豆腐、菜頭、
香烟挂絲。嘿，向咱掛絲，向咱掛絲。好，有以上嘅食材，大家就去想一下。睇下先，上看得到要做，先來進行四組討論。家下講到按到食材哈，要特別想我鹹嘅食材嗎？爆粟米，爆粟米，哎，爆粟米講太，大聲了。爆粟米炒火腿，做得哎，火腿跟玉米、玉米、豆腐跟木耳，哪有這樣子啦？呀，嘅是香煙掛絲啊，最上那嘅兩種係嘛搞先那去咯。哦青菜嘛，嗯香煙掛絲啊。係啊，嘅配色哦。哦，咖喱啊，然後那個紅燒鰻，一定要兩種哦，味道都很衝，所以我們2選1可能會下好。如果選麵是好還是不好？做得啦，四句一種係主食菜，係其他嘅都係菜啊、牛嗰啊。係啊，哦，所以人哋會炒一出菜就錯嘅，唔可以炒麵嘅。唔可以炒麵咧，好，來火腿、素火腿、包燒，西洋瓜絲還有木耳，李總推薦來嘅係嘛？係好，然後問李總面子哦。好，啊，富雄加油一下，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啊！哦，隨機應變。水嚟水掉。嘿，冇咁錯，好，來小本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有想法咯，咁我有共同嘅食材我來拼喎，唔怕，先來第一棒，先來猜拳。第一棒，來，我派出景英姐。來剪刀石頭布。哦， Yes！來，剛剛我先拿啦，喲，素火腿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幫你拿，來，係冇有嗎？啦，該哎，家下真係咩轉有嘅？眼光好的，謝心，謝，對不對？是，哎呦，好不要甜，明確，2秒鐘別停，係，好順甜。順利利，走的。做得做得，謝謝好，就個呢份阿哥來寫，見君睇過應該買。條夫，條夫，哎，這剛剛沒有講到呢。哈哈，當然咯，好，唔他怕唔怕，冇講到。呢本嘅東西比較便宜咧，哎，唔怕，那馬嘅做馬嘅，哦，還有，很少乜嘅雞卷，你們剛才有在小組討論哈？沒有，完全沒有，我們剛才聊天。聊私事。對對對，聊八卦。對。好，不，啊，啊，這雞卷走對嗎？可以啦，不得已之選嗎？係啦，水嚟水掉啦。好，大家來玩一下第第二一位。棒歸祥記。兩位紅彩妹妹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，慢慢玩哈。好，慢慢來啊。幾率也太低了。他們好和平哦。對啊，怎麼樣？對啊，來，唔怕歸祥記。你兩下用明靴嗎？冇，那默契很好呢。係呀，好，來姐姐，先買來，㗎，幾咪剪我嘛該。紅燒鰻好啦，紅燒鰻，哦，好，這個下酒菜的哦。睇好，還有一好，睇呢行係乜㗎？那個木耳好啦。好，嗯，木米。來，換好歸祥，記黃米啦。的，好，加油上好拿嘛該冇？菜頭，菜頭好來，祝你有個好彩頭哦。還有嘛該還？有玉米，對，包一點上嗎？加哦。嘿，玉米你是跟冇呀，哦，冇啊。也是不得已。地就乜講嘅啊？風水來講嘅話，蠻照着呢個下討論嘅來拿，嗯就蠻順利的。現在問坤啊，風水，你係代表離空所有裡面嘅題目來比賽嘅，葉文義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看下諗住條片，有信心冇？要加油！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要地步係嘛？確實報銷哦。保守先落去撒比海。好，重點是，你葉文義要切的形狀是什麼？切絲切絲咁個保守係圓圓的。沒關係，該不會報銷人那都切細哦？不是，切絲切好就切丁啊，哦，對就米，聽對到？自助餐店裡面，大家懂好買一個主菜啊。美式商場也有賣那種冷凍包的。對對，是我們沒有那個豆子。切絲哦，跟玉米一樣形狀就可以了。嗯，我等一下讓向咱掛絲營養版的。尬 set，哦哎，謝謝。兩位姐姐係之前係做乜嘅？動力會怎樣？沒有，我以前科山去上班，哦自己做開片嗎？嘿，上班。退休咧，家經營記咧。我當過烘焙廠的廠長，哦。所以你一下就退休了係嗎？嘿，我談過你兩沙地背圖吼，有二沙係黃鶯出谷呢，夠重嘅嘛個貴嘅歷史中係嗎？嘿，
从3個啦。你啊，对啦哦哎呦，我们连永远瓜西都切都悠悠的，长得有点像那个哦。超头时间係咪？对呀朱，军头咁我哋哎我们其实上很漂亮哎。练到係跟蛋糕嘅細妹用到吼。对，嘿，这样子不會太多会让人家猜不出来。对，哎，用麻烦是泡皮哦，拋皮好款啊。啊，也比較好入口啦我。们这道菜嘿首重颜值，好不好？首重颜值。還有歌聲啊，嘿嘿嘿，好，等一下狗都转来了哈。好，好，先周一涵，常務監事我來了。哎，再狗你好，嘴一点。你想講旁白芙蓉宮辦法同埋書姐為黐埋戲啊？哎，喂嘛，唔會啊，唔會啦拒。絕很爽快的。哎，因為要學到嘅4種食材哦，其實跟下面就講蒙闖，我們真的是完全沒想法的在你，們剛才在聊什麼？就是常務監事啊，在做什麼啊？這樣。有沒有啊？想我咸嘅東西啊，不給嫌疑咧。對呀、啊，現在不用落去嘅東西係嘛？糯米，糯米係用燙嘅，也係用我同做。你這個油鍋這麼多油，嗯豆腐這樣煎不行吧？啊，頭呢係味道嘅雞卷。哦，個火鍋哦。對，誒，哦，這樣聽起來金妹記，你應該是資深的主廚哦。冇按講啦，唔敢當行起。了就黑哦。金妹記，你喺做哪方面的專業？也還係做家庭主婦的啦。嘿嘿。啊，之前呢？這裡有以前。他一次都是接至少那種100桌起跳的。唔敢按講，小吃的是的，頭髮油啦。哦。條褲會煎嗎？啊對對，夾夾來夾夾來。煎哦，煎哦，應該做得煎的哦。可是你的油很多，哎呀生意對哦確定要生意哦油很多，這樣不好用。所以要不要先處理個雞卷？人家春下落去油長落去煎豆腐，本土就難哦。唔啦，咁難哦，驚要吸油哦。所以開窗嘅時節，我就講到哦，今日落去邊哦，係調到水唔睇就係講你哈，對吧？咁緊張咧。有點真啊！哦，迄見到都算唔夠，唔會啦。而且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厲害，你看切工的部分，全部會太細，全部會強壯對強壯嘅，所以兩邊的基本功都很厲害哦。我是先幫你準備一下，等下我都準了應用攞去結合。計料那本來好啊。你不要豆漿蔥油哦，有皮豆按香嗎？豆香咧，啊比不要豆來，你的桌面凍牆裡呢哈，嘿嘿，哇，收到干牆裡。這樣列入評分吧哎，呀，對吧？是的東西衛生最重要。為正全對啊。有沒有？兩位師傅也很重視這一塊，所以對，這一邊再幫我們加個分哈。我的表料彩條咧，有不要豆嗎？我能不能先裝起來那個菜？可以，應該是不用，可是你的素火腿我可以嗎？可以哦，等一下，先裝回來講個炒嘅，用霧色應該是不用錢裝起來啦。統一的葱味太黑。葱會太黑啊有人係。沖咗咩火腿啦？哦，係用嘅用椒啊，頭嘅餅乾，Oreo 餅乾， Oreo，哎小朋友挺好哎。台剛有學過 Oreo 嗎？沒有的話，我們現場會發送哦。我再問有嗎？沒有。就是啦。而家不卡你撈嚟咗望咗橋下大網，來信 Q 順的順，全部大家。哦，因為我夢想就係摸嚟撈眼咩橋下大。所以高中就搬出去。等一下，先裝回來講個炒嘅，用霧色應該是不用錢裝起來啦。統一的葱味太黑。葱會太黑啊有人係。沖咗咩火腿啦？哦啲料理係講啊，沖對，啊。色會不漂亮。顏色哈。那你嘅像沖嘅部分做乜嘅摸到係會不會長標？冇按個表啊，好香。哦，有沒問題啊有。直接係，這個現在講係用啲咧水落去，好好好，一下。哦，要用醃。誒，嗰邊用嚟給我來係。水醬就係菜頭摸熟頭。要是最聽懂香東茶飯，因為你看菜頭等下醃過之後會出香味，菜頭凍香，爆香咪凍香。嘿嘿。你既然去踢館就養嘅啊，冇辦法啊。應該要唱歌呢，有這個習慣呢。你要他們吧，你要熟了嗎？你要熟他了，們熟吧，不要聊聊啊。煮多，嗯你要泡泡啊有些住2樓的，給他下去。 2樓要下去1樓。醃香的啦。我醃片哦，係啦，你阿波卡就幾多錢料啊？我2000了， 2000的動態哈。我50片， 50片哦。你阿波卡做咧去歐多拜咯？做得，做得去滑板車咧。喺順浪去差去木度去來去去哦。哦，安尼你老師強下大哦，啱幸福哦。啊，老師我強下大。我來我先叫強下大。
很哇，好哦。俺今日來參加比賽，人家來了，老姓舅弟嗎？弟呢？弟哦，俺老公的弟啊。啊，等下午餐沒有人煮呢。午餐没有人在家，没人在家。不忙上班以嘞他。上班嘿，上班好了啊，可以了啊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哦，哦。我應該先講一款拉麵。然後人家叫好了，要我用了呀。攞一些負責困難呢。要不要呀？哦，哦，你要鋪好嘞，建好嘞，好漂亮哦。哎，挑夫妹剪好的啊。对，條褲鋪好咧啊，用鋪嘅啊。所以等一下的主妹就係用你紅燒鰻的紅燒來做吼。对，我手里很緊張呢。唔緊張哦。那我幫你按摩。好，按摩，按摩放鬆，放這樣比較好鬆啊，嗎放鬆哈，唔是緊張手。一直手不要緊張。啊，辣椒有生病嗎？先不用會辣哦。搽辣椒幾好食啦。哇，他剛緊就安用hin。你唔是安豆啦？叫你妹啦。哈哈哈哈。對阿姐，人家不抗緊弟，你今日來參加比賽嗎？弟呀，弟吼，哎，我定你你下仲要按緊張，你冇啉吼，你有啉哦。我本來係什麼病？哦。開山咯，山咯，開山咯，開其他山咯。調酒口呢？晚上，會不會太多？哎，因為兩個蠻那個紅燒蠻有味道咯。嗯，鹹甜鹹甜，紅燒就係安用啦，紅燒還有菜紅同是兩紅吧？調酒啊、米酒啊，呢啲唔會做得啊。係，有冇係咪㗎？有啦，我係尖牙雞啊。所以按炒炒是差不多好咧呢。你還會幹嘛改嗎？等一下挑梅還會挑麼？還會挑好咧？哎，醬油嘞。醬油啊，醬油哈。胡椒粉來麼？蒜絲來嗎？唔是，哦，唔是哦。姐姐很棒哦，都有接觸到福袋。雖然差唔多了。會太鹹嗎？二期看看啊。因為接下來豆腐冇挑梅啊，等下拎上去強下去，可能就會下好。好，咖喱差不多嘞，我們去倒數了哈。天草馬松葵是都算是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係赤色江南鐵館內部卡米西卡站掉咯。好，兩組呢都已經準備好嘅就嘅菜色咧，而且呢看起來都會當茶飯兩出菜哦。先對風吹嘅腔下來品嘗看啊，來，哦，我真叫我先按摩一下，呢個菜條吼完全係獨好，因為我自家客家嗰種用到爛爛嗰種菜條，呢個菜條又熟又透，我很保持呢種口感。最主要係佢一開始間下佢都比較香，有冇？蒜頭老蔥味有比較多，紅薯呢有蒜爆、蔥爆的那種香氣，食起來就會懂想你的。你有滿意嗎？會做得啦。我做得啦，還做得啦哈，哎啦，很 keep 嘅。而且看香又懂講嘛，我們剛才第一原則就是什麼？賣香的好。嘿，哦，我吃到非常的差盤哦，哎，真好食，你喺幫飯一好。因為記得家下用菜條風水先撈去煸一下，韓國吼爆燒啊，咪係咁甜嘅，就是記得吼很好吃，金梅姐對不對？嘿，啲酒會當好食，當甜。金梅阿姐吼，你一下吼完全非常期待自家的料理，我看得出來。對，我想用夾夾嚟試看紅燒鰻豆腐，哦，還有蓋煎哦。嗯，哇！我先講吼，其他嘅食材吼，其實鮮奶種都冇要緊，因為呢個紅燒鰻你貴頭菜吼，其實都非常夠人家參差，超級好吃。而且哈，因為家嘅雞卷呢邊有調味膏嘅啦，故說呢，不管雞卷也好，加薄芡跟紅燒鰻也好，就本家出出呢，仲有米湯，挺好食。你看好食吧？嘿啦，你看清爽，嘿，對，家我們屬於客家食材，叫做黑肉食材。這個夾下酒菜，好老食材，我咁耐平常嘅問題。呢啲係摸開小吃店挺可惜嘅。紅燒鰻基本上要梅啊，不過你還要去改良加工，變到很好一種味道。很做得啦，按亮屁哦。很做得啦，還可以啊。當茶飯。嗯，錯。每險一下嘛，因為佢下邊鋪底嘅豆腐咁做強下線，我覺得是非常的獨口感嘅。相信兩位師傅們非常的滿意，等下絕對看一下是否用班的評分咯。都在師傅用嘅天呢，先要將齊師傅搶本分數。
攻推日本。你下看一下卢师傅强不服输，蓝推日本，体育馆强球。两边都做动吼，是侦查蓝队动打上嘅点射讲哦，佮头部啊，强啊下去危机头部上有梅头出来啦，是正常用途。啱啱有半個紅隊，其實跟每一種嘅食材嘅梅頭都會炒進去，像個菜頭在按當嘅時間半佢炒入味，咪當厲害，當好食。好，換邊個來講評？哦，你一片嘿，啱啱講下考試嘅時候，應該先出嚟唱出來，對，好沁天嘅嗰種感覺，可能個個用別個嘅火腿時節油好多一啲啲，應該做得好少一啲啲，好冇按油，因為吃到唱出來全部係沁天樣嘅。好，神武師傅為你嘅指教，唔過做你講，不管風水啊、南水體育館都順利嘅高鐵嚟啦，嗬，兩組都各得到1分。唔過呢，接下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留睇大家分享呢。師傅出題菜，盧師傅按叫冇來嘅呢，哦，今日帶來一次料理，菜名都乜嘅？今日做係香蕉起司餃。哦，香蕉起司天餃。哪，我沒吃過種誒。海龜嗰種煎餅啊，香蕉煎餅就對了。但是又係係用嘅香蕉啊配啲餅乾，奧利奧餅乾。哦，小朋友幾好誒。應該將會冬天來配啲啲咧起司。哦，寒天咁樣啊包到你包到嗰啲香蕉，嗰個水餃皮底袂dur去咁樣。誒，它有點鋪頭嘛，對嘛？裝飾配點心，你看有啲聖餐是那種鋪的東西又更油膩嘅，你看鋪頭啊，或者菜咪做得，然後係那個餅很用心啊，哈！佢帶來呢本隔壁哥哥姐姐都做阿公阿婆嘛，對，睇下都做阿公阿婆誒，專業乖孫呢。好，好餅啊，現在烤烤的。誒，今日帶女講嘅講幾來？嘿，好烤烤的。哎，老師，我以為那個物撈拍嘅時候才會先分開種嚟烤烤。唔怕，因為小朋友很喜歡蛋槍食地背拍攝部分啊。甜甜啦。嗯。哦，唔用落去。香蕉咪不用落去。不用落去，你落去烤烤的。你就像爆水餃安尼嘛？誒，餡料是變到甜的樣嘅啦。哦。等下鋪頭咪會不用落去。鋪頭應該會擺盤的啦。大家可能做鹹食吼，下散倉；如果做甜食，可能下少吼。對，冇錯，這係屬於甜點。對，甜點，好來。所以最好用那種熟透嘅香蕉下好。嘿，好軟都好好。那老師，你這個 Oreo 比例係用辦來？其實你一般穿係然後香蕉2，啊 Oreo 1是好咧。哦，可是做寬切架對不對？寬切架咧冇一定，因為咧冇個唔會講慳碳又買問題，所以個好中意咧餅誒就好多都免怕。哦，啊你哋下用起司做內餡，即係代表講等下食個時節叫會欠絲。嘿，會欠絲，小哥會欠絲樣嘢，準備好咧。係日本嘅水餃皮嗎？嘿，那皮。就市場買得到誒。呢啲水換一下。其實擺狂飲爆甜嘅水餃。有你爆過甜嘅水餃嗎？冇。幾多玻璃菜啊、韭菜啊。哦。啊，沒有個用爆啊，買破皮辣椒啊，爆泡菜啊，傳油，好爽口，今日嗰啲做甜的。鋪啊，有，鋪啊好食。它也會爆漿，也會叫佢出水。因為啲水分下多。師傅當用心，先包好凍到嘅嗬。好。所以係咪你要意思就係講，唔單像水餃皮做的，跟扁雪皮未做的。未做的。師傅爆得完醬。熱天我叫師傅呢。係。而且用水餃皮係咪等下，鋪過之後，跟皮下盤比較有口感。係，好 Q 樣嘅口感。要換係。好過一啲點吧。好。主要係皮外。本機我要斜樣意思做的，因為底部冇熟嘅問題。因為講喺啲生嘅啊豬肉啊，水餃已經係破熟，是做啲溫度調高。坦白講，因為時節吼，冇大家食鹹嘅水餃誒，所以完全甜嘅水餃。變甜點。然後小朋友就超愛。我咧準備一下咧，擺盤鋪頭。就這樣放着，唔使老幾照顧哈。係唔怕。喺家地線上切個鋪頭，做乜個卡豆？裝飾是不是要比愛心？裝飾，沒做的，沒做的。哇哦！
台哥有学过 Oreo 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现场会发送哦，都在外面有去吗？没有。就是了。啊，讲有什么好笑啊？师傅去改豆腐卡破过本年生意是吗？有啊有啊，反应如何？起做这什么是夹杂哦？超爱这样。放了2公斤会不会？不然可能很去食这水饺可能买，叫伊食下也甜呢。他走在看戏，小朋友是动火糕。有一些就马来西亚料理那种，还是新加坡料理的那种咖东南喱亚，饺。对对对。香蕉酥啊，应该想法系从哪味来啊？灵感啊？其实一直想讲，拌我个水饺憨的好豆啦，上个是讲拌一下甜的，去应该你来处理料理的时候，未将伊摸熟，我嘛都检查，所以你底部的料系熟的，是最好的样子。我虽然看回去都简单嘛，我爱吃到，它还是有个注意系凤喉的细节的情况，凤喉啊，我是走出来起司会爆吧？锅内爆红豆样子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姐姐啊，今天是有备而来，真的红队嘛哈，她连鞋子都是红色。哎呦，有呢，你的新 Q D 你转下来了吗？我哪没变啦，都还改啦。你觉得大哥到底是害羞还是紧张？他觉得不喜欢男性站在旁边。监事，你很他们设计耶，上过一半天梦想用哎，川普来了，你做乜嘅条路咧？运输业，喷射机、火箭、私人飞机，你懂了解吗？虽然看回去都简单嘛，我爱吃到，它还是有个注意系凤喉的细节的情况，凤喉啊，我是走出来起司会爆吧？锅内爆红豆样子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嘟喉呢？这个盘子很美耶，这是大理石吧？你看下最近见到一件毛汗的哈，然后贵家性桌都会给他底盘呢。我算是看着俊斌师傅长大，有真的，不只是事业上的长大，我没有，我只有说事业，我说的是心灵啦，以美就是心种啦。其实时间动短呢，一下韩国爆的时间啦，为我看人家小朋友 DIY 去到做咩动火糕，係啊，咪做到成日向下搞樣嘢。本起來，最後先本起來。係。大家都沒有問到問題。對啊，冇問題啦，冇問題啊，咁簡單啊你可以問啊，等一下二沙幾多渣？板渣，其他板渣。板渣。哦，炼乳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炼乳。炼乳哦。好罪惡，但是好好吃哦，用個沙。這個不能板渣啦，師傅。哦。要一張啦。一張很多人滿的是咯。小朋友最好吃的炼乳，因為我社區街道會賣轉來，然後直接擠在嘴巴，直接擠嘴巴，動作牙膏強人的。我們做個碰湯沒做對啦，好。而且這道漂亮哦。這個是什麼葉？個牛血葉啊，還有一道生菜葉嗰啲。芝麻葉，牛小花，就不知道會配色啦。芝麻葉跟芝麻有關係嗎？芝麻葉有啲梅頭啦，味道。梅頭添啊，叫梅頭。哦。來，本塔看一下喲。用叫氣死角。安陽最後勢咧。好，第一次料理呢，我都用咗巧克力角，大家用下來吃吃看哦。哦，好好吃哦。灰葱的慢粥，因為外皮哦，唔單像斜甜甜哦，還保留個油，啲味道個甜味哦，唔會夠甜，鹹甜，非常好食。我想要黑拿了包蛋餅乾很好吃，巧克力的香蕉就是絕配，然後所以狗肉煉乳枸杞雙層的幸福。哦，很好吃嘞。好吃哦，會這樣甜嗎？不會，我們家裡的香蕉有銷路了，自己種的香蕉有辦法去處理了，可以招待客人。好食哈。對。我想講吼，大家雪體熱係吼，就要轉到童年的感覺。也老人家是沒動嘴巴了呀。係吼。外酥內軟，老人家沒有牙齒的，就動嘴巴動紅。
用这个香梅哦，吃到非常爽口，很新奇，对，非常好吃。阿凤哥，嘿，你要摆什么？你昨天玩马改吗？像了吃到以前是冻上嘛，个样像个奥利落去泡的时间，去冻上，对伫个毛婆吃到个巧克力布朗尼，哎，超巧克力布朗尼很像 brownie。绕个加cheese落去食吼，cheese 有绕个香蕉结合在一起，有像个对伫个是个香蕉的盖龙果。哎，还没，假设地北毒饼的没 Oreo， 还饼是巧克力底，它就可以变成熔岩巧克力，嘿，很多变化都有些。好，等候 Yuga 很好上手，等候學習嘅廚料理，睇下攞嘅好起來哦。條件一畢業，馬上嚟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聽用喺戰況陷入焦灼的時候呢，就要使出殺手鐧秘密武器啦。接落佢係馮最帶來嘅秘密武器，點係乜嘅？車筍，車筍，乜嘢做嘅？乜嘢去熬嘅？愛去熬嘅，你去熬嘅熬哦。咗咧濕哦，用砂骨渣好時拿來爆咗一冷凍餅，今年的嗎？嘿，今年呢？嘿，從不一常用嘅嘿。哦用砂骨渣，要用砂骨渣，嘿，再個變起來，嘿，好刺呀，用行較刺，行較脆啊呢。對唔會緊張係嘛？唔會，因為做筍都嘅準。唔係啦唔，係啦，吹涼係嘛？福魚、車筍、把牛，好，最關鍵一關，你要吃菜一天當斬掉，因為有客家米，嘿因，為一個我躺起來有鋪菜啦哈，有，因為有福氣嘛，對不對？嘿，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冷水兩片，你嘅主角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好菜，就係泡菜本性本人來到現場。哎，隊長太激動，我哋泡菜湯講哦，唔係阿姐做嘅，係阿公做嘅。哎，你看這個種的太菜，這個做。我家寫來最近學校啊，我自己做，可能係冇應下多。你是因為媽媽又教你，也係馬莎又教你。哎，傳統的客家人啊，全部你這個東西哦，全部會做。會做哦。哎，我謝謝看到菜啊。哦，我立刻打電話給爸爸說，啊，你有冇做呢？今日拿出釣出嘅寶貝啦，去做嘅料理，菜面按到嘛嘅喏。好菜甜苦瓜，哦，那苦瓜強下哦，最每一罐的哦，改下哈，雖然係偏少，但是我們最後也要拿出必勝的決心，好嗎？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來到竹東呢，基本上都會食到正統嘅客家菜啦。係啊因為盧師傅漢代帶來嘅香蕉巧克力小哦，是我們吃了一點創意。嘿而今天呢，我們要回到故鄉，是阿婆嘅菜嘅。好，雖然兩片都有泡菜，不過我相信做出來梅完全唔會強咗。冇啊，而且冇看客家泡菜哦，各家各味都有切對，都有差。西澀美就正差，或是熱頭啊、天西美就正差。還有手的味道啊，對，全手工的嘛。香的香的。我不吃你做的。哦，乜嘢西嘅泡菜？愛種啊，唔用眼鏡，愛自家種啊哈，乜嘅都可以。愛自家備鹽備好放起來種，鹽開始種啊！嘿，哎，你咪見種見長歌，嘿呀，見唱歌，長風吉他，嘿呀，一台像。我這樣啊，它是有特別的名字嗎？那個筍？青筍，貴竹筍，貴竹筍吧，你有哪家貴姐長會上嗎？比較好比較好時間。昨天還在的。一張張，哦張好誒。安氣哦。哎，你嘅竹筍呢係用手撕嘅哦。對做乜用手撕咧？比較有口感，有脆。好，還會破壞佢嘅纖維質。哦，對，不要浪費啊，可以啦。今天比賽，唔怕。剛姐姐講啊，下杯冇人講嘅吼，切切。我說我們那個 OK，對不對？不正差。真的師傅保證啊，真嘅，你們是誰？哎呦，蔥椒要歐血的。蔥油黑 A B 他剛有沒有大送？對。客家精神也有在評分裡面哦。哦，這樣子。嘿哦，哎呀，客家精神冇忘記到。哦，對，而且吼，一條街嘅地方煙嫩呢。該青筍佢本身有梅嗎？有，你什麼時間有병染嗎？冇，冇哈。哎，如果有些人會병染，哦。
哦，嘿，娘安厉害，系啊，因为家娘啊，佢全部要做一樣啊，啊，你是學到啊，打扮啊，包裝啊，打扮係啊包，裝啊，對唔對？全部會做啊。姐姐啊，今天是有备而来，真的。红队嘛哈，她连鞋子都是红色。哎呦，哎呦呢，哎，呀，公開係演哪片賣嘅啊？說不應賣啊！我出個兩個作成球咧，哦，真的哦，嘿嘿嘿，像按用型的，一个啊，你的红色一个。新 Q D 你做起來了嘛？我啦沒見啦，我睇解啦，好，等一下郭豆做来哦哈。哦，好， Hello，阿公你冇講飯樣講恁，灌阳灌阴，不要再逼监视了。这一道菜该不会是头摆金梅鸡点红的招牌菜吧？苦瓜凤黑的毛，係咪從苦瓜鳳啊？算哦，因為苦瓜鳳係切一片一片，那種整肉誒哈。嗯，你啊，等下你不過會切嗎？哦，會切一堆的。哦，你觉得大哥到底是害羞还是紧张？各位招。可能是因為现在到第三道的他时候，覺得不喜歡男性站在旁邊。哦，好处理一下。监视，哎，你黑咪他们设计耶當。歸飯真冇咁用啊，誒。當佢冇叫用，你有記到怎麼嘢啊？哎，冇梅川普來了哎，有新 Q 嗎？有哦全部頭先 Q 了。芒哦，頭一隻嘅，哦，哦，啱咪盲搞，應該按區嘛。你做乜嘅條路咧？運輸業卡車了，我跟你們貨運公司啊講，貨運公噴司射機、火箭、私人飛機。你懂了解嗎？那我今天我就確定站這裡了。好哦，好，為了那台私人飛機啊。好。你是不是懂緊張？很多緊張也係講講排泄。你緊張我緊啊緊張他會緊張，已經錄影錄了2個半小時哎。站在美女旁邊哦，更你看緊張哦，又是美女旁邊那我換帥哥來，來2位帥哥。咩解啊？當然唔係啊。有過眼啊！粗料啊，仆菜撈醃苦瓜之外，啱福卡譬如講媽媽水只會用仆菜做埋其他料理嗎？哦，福水，誒，那個貴族筍，哦，哎，我們這邊有哎。係啊，貴族筍咧煮湯，係啊，哦，非常哦，非常嘅真甘，非常不嘅香攞一系。列三層肉，對，誒，那個對不對那個肉，三千肉三千肉，嘟嘟吼，嗯，cái湯哦，非常嘅甘，對非常嘅香。你還沒條條吞，還有藍水哎，誒在，已經吞口水發現了哦哦。，那個喉結一直在動。啊，媽媽你下很有趣嗎？一下很脆哦。哦，所以這道菜也會孝敬媽媽，撈幾酒好呀。嘿嘿，我呢下嗬，我100歲了。哦100歲啊咁有福氣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過冬再來哈。好，你還沒別哇妞？哇哇哇，別很豬肉香哦！嘿，姐姐，哎要煮牛的精神就是要有煸到啊，有還有不會沒有煸到哦，係啊，所以當有香哦。一種肉先煸，煸好時，蔬菜、薑、蒜頭，哦，嘿，姐姐不卡凍接煮係嗎？我當日都煮飯哦，當日煮飯係好對啦，當然煮哦那也先叫全部係 Q 下咩？係鄉下大家上班啊，哦，將近哪隻？啱福卡未撈嚟咗冇有橋下大嗎？來新 Q 順的順，全部大好眾下。哦，是啊因為我夢想就冇係撈眼咩橋下大。對，高中就搬出去，你可以搬回去啊。不用了，謝謝。要姜梅嗎？有哦有哦。要係啊，做了哦，你家下是要加jan庭哈？係隔啲都飲，還有別麼解？因為你沒有摸蝦嘛，哎，哎，你冇喊很耐哦，冇喊其他的。哦，會太多嗎？不不會，會，全部下來竹呀。筍超好吃你的。看你上網去了我哈，還嫌我們最喜歡吃竹筍炒了。肉絲了。你講咩哦？但係係波卡只50片，你看下散當貴片就係幾多誒？兩個來，兩個先票，你則順呢，兩個順，哇，你把戶口名簿都講完了。你家下是要加jan庭哈？係隔啲都飲，還有別麼解？因為你沒有摸蝦嘛，哎，哎，你冇喊很耐哦，冇喊其他的。冇鹽，這個很好吃，很有味我要吃道多嗎？。會太多嗎？不不會，會，全部下來呀。竹筍超好吃你的。看你上網去了哈，我還嫌我們最喜歡吃竹筍筍。炒肉絲了。你講咩哦？而且我要跟郭子夫老公一下，這個竹筍，係從本你姐姐去熬的，去甲熬的哦。等一下，熬竹筍都3家的輕型鋪哦。你有人去別呀？
哎，Kimi 哈，啊，散档啊，竹笋啊，该带有很马焦焦啊杀种的啊。，焦焦啊。都自己家里的。迄边爱公种啊，哦，所以你看加伏卡吼冻河，蛋墙系伏卡只有50片，你看啊散档几片都系记到的。啊两个来，两个先扣，一只笋两个笋，哇，你把户口名簿都讲完了。我两公婆。亲也蛮亲很氛围啦哈。好啦，你们也是讲真给养的吧哈。这个钱应该不用归功给里长吧？不是啊哈。是啦。里长要加码吧？你种冻哦，你冻会做些哦。你懂英整哈？冻一件，冻10万啊。你会抢购吗？让你抢抢。唔会。哦，正批得奖感言的啦。哦我看杨边总裁啦哈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加油！谢谢。哦，你哈先别蒜头。哎，阿哥，哎，做菜这件事情，妈妈阿妹就告你吗？到也冇用帮你到啦，啊你算这款吼，要多少好？怎么该有加水啊？要翕的嘛。就俩本给出门。我该下该炒啊，不要该铺粉啊，没动葱椒那个步骤。啊，今日俩头菜哦，怎么该没想到？哎，昨天不用带有3000用啊，其他的用啊。呈现说这个是那个福泰的原味这样。哦。哎，对。就不会想要放香蕉啊、巧克力啊这些，然后包水饺包起来啊，简单的那个配料这样。该用从伊冇对味咧。那个福挂该下就先同狗嘞，可以同狗嘞，所以等下掉落去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哈。但是调味还忙嘛。忙。你有表嘛该调味吗？冇，要冻简单。这个吼可能是调班妈妈的面头。调班剩饭冇讲清风用噶哈，第二是清好的菜色嘞。因为俺爸爸就要讲啊，你讲形容哦，只有过年的时候，而且还会黏他长走在学的。对。自己家里面都天天现在只吃肉嘛。确实啦。对，吃肉，菜还不吃这样。对，对你来讲，你印象当中最亲切的妈妈的味道是什么？大部分的食材哈都是他自己亲手这样去田里面种出来的了，老一辈的人非常辛苦这样。动辛苦了。冻到了安尼哦，但是吃到安尼个又个幸福的滋味这样。哦，其实哦，人家觉得福卡的木头啊，每个清后线不是一定是最好吃，但是也养大6个小孩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最好吃啊。对不砍你了，勾一天清后生。但是苦瓜我就不爱，没有人问你啊。对。好了，你都说点哈，拿个奖励哈。好。天草马上来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到最杯面馆2組嘟嘟好都有泡菜哦，哪組較有福氣得到提名咧？好，2組呢都用呀，他趕緊清香嘅泡菜叫下來變化料理，先來吃看那風吹嘅料理咯吼。那就是很嫩哦，很嫩嘛。哦，其實哦，就算啊刺啊摸切吼，體質係好似做得學得出來哦。非常的清甜，韓國撈落去嘅時間咯，完全做得體會講，佢做埋個按到車筍，超好吃。那竹筍真有嫩，韓國吼有絕到嘅3層肉嘅豬油，一定要有一些油脂，但唔可以講濕啊呢。非常好啊。非常好，是的，一回去咯。今妹阿姐哦，咪係點頭如搗蒜，好吃，好吃。你下就嚟食看泡菜翕苦瓜。我係先本阿哥吼，人家書記講，因為我本身係動腦食苦瓜嘅人，咁我記按用處理嘅方式咯，該苦瓜完全冇苦味，變到含住種甘味，我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。泡菜老燈苦瓜，真係係人生嘅味道。甘又有苦又有酸，平常沒有泡菜老苦瓜跟他翕嗎？有，沒有啊？對，這樣煮，對，有豬糖啦，沒有豬糖。嘿，豬糖當好食，酸甘酸甘都。富甘啦。食出來煙味，對，最天然的嗰種，冇當做配料啊。錯，要體現到泡菜後，你一本身嘅味道，到底等下師傅營養班篇幅咧，日日都看咯。阿姐師傅搶本書。風趣日本，等下搶看最美月票，阿邊個搶不過上？風趣
其实不讲公平。俺某本甲蓝队曾经动打上的点是讲吼，苦瓜唔是通过，苦菜梅头出来时节又要按个苦瓜能够落去焖啦，本甲苦瓜的梅头又煮落去。红队其实当然那几个一层的东西全部就炒出去哦，当我是是吗？谢谢。好，阿炳讲你的想法呢？哦，那边好可惜讲，因为时间关系呐，迄个然后冇按球，冇就系讲切合泡掉，泡切合泡掉上起只，个不出来白好的时节吼，啊水下也起只就翕不出来了苦瓜的梅头，还会结下去咯，样嘅。问题了到现在一层又捞个3层的梅头啊，白出来，你一摆也系竹笋的部分吼，加之咱头油下去吼。啲梅头冻向冻茶粉。哦，神木师傅嘅指头啦吼，唔过呢两组都会正统嘅客家米，真人都想认识，你就来颁奖咯！耶！恭喜！好，比赛成绩呢已经出来嘅，今日呢有比赛呢有交流，最主要係講，哇，第43年全部兄弟呀！兄弟哦！哎呀，第一名發通就搶你43出嚟做，太正啊，就是到那唔得爆逼逼咧，嗬。係啊。好啦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的獎勵加菜金。恭喜！來看一下藍色條，佢哋得到嘅禮物係黑太木紋道具組含有天堂嘅牙刷，2家手指到。來，恭喜！有福氣嗬！兄弟嘅零沙朋友向下來比賽，先來請貴兄弟哦，禮拜參加當場嗬。當場，貴嘢先得老太下分享一下好冇？最重要係什麼？係立長。就什麼立長？剛有什麼你去，剛有什麼你隊友呢？哎，什麼哎，這個我隊友。對呀，電音啊。哎呀，表現都當好哦。係，我有好多東西，有好多朋友。什麼安尼帶什麼幫我哋基地，謝謝。什麼？謝謝。學到東西，交到朋友，識到好了，又有獎金好拿，節目真認真到。離鄉要幾多3年全部係唔係來啊？好啊，好的。來比賽啊，好唔好？好。來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吼，阿哥啦阿姐今年默契嘅魔法主講，真的太棒了。今日咧配送新聞吼，個一家之主哦，咧節目吼，幫我哋機會吼咧，嚟送甜食哦，交了很多朋友啊，認識咧廚師吼，咧教我哋煮菜。啊！呢個機會啊，非常難得。為了詢問大家，謝謝。家下世代韓老來講吼，韓版美做啲戲款，芙蓉宮，佢就係體供充體萎縮，分 A D P 6樣，對不對？腹地很大。我芙蓉宮吼，所有的土地啊，有3個人吼。哇！個你有人說馬介差來做得。啊，不然貴節目吼，來我哋芙蓉宮來6樣。好，希望常務監事。好，阿金妹阿姐，今日做最後的壓軸，然後大家分享今日參加嘅感想。學到前多，學到了師傅教嘅菜，好，謝謝。而家教講1回生，2回熟，3回是熟透透，熟透透。最新款。好，什麼兩組？咩什麼呢？你種按天數，超到按到按厲害，對料理有熱情嘅人，向下來也特別嘅比賽。古說話係講離鄉嘅朋友，今日看也是節目，唔是新鮮朋友家來報名。係啊，你看，雖然係帶到強加力哦，咩睇過節目嘅機會，講究安樣嘅緣分，很好認識，我覺得也是一個交朋友的管道。反正所有嘅好朋友，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資助等你向下來也特別到鬧熱分享不卡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再來了。